走进咖啡馆，点一杯咖啡，不管是独自品尝，还是享受三五好友聊天的乐趣，喝咖啡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每天一杯咖啡的生活习惯，也让咖啡成为仅次于水的第二大饮料。但是您知道如何泡出一杯好咖啡吗？今天咖啡达人舒承办专题，要带领你进入精品咖啡的世界及品尝方式，更要教您如何打出一手细致又绵密的奶泡，让您轻松就可以喝杯美味的拿铁咖啡哦。购买咖啡时，该买咖啡豆还是咖啡粉，风味较佳呢？咖啡粉跟咖啡豆的话，我觉得它最大的区别是它在保存的时间上。咖啡豆的保存时间可能可以保存比较久一点，而咖啡粉因为它被研磨开了，所以它的表面积变得比较大，所以它的氧化的速度会比较快。但是其实我都会建议，如果是一般的民众跟消费者的话，他可以选择用咖啡粉是没有关系的。只是你在选购咖啡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少量多次的购买，而不是一次购买很大量回家。对，如果说你个人偏好喜欢在家里有3到5种不一样的咖啡豆可以去品尝的话，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咖啡豆，然后再做研磨，这样会比较好。其实咖啡的香气和味道是在咖啡豆烘焙后才产生的，在烘焙过程中，咖啡深度的水分慢慢释放，重量减轻，颜色加深，体积膨胀，还有香气的油脂慢慢释放出来。而不同产地的咖啡豆也会呈现不同的风味，消费者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单品咖啡豆与配方咖啡豆有何不同呢？单品咖啡豆跟配方咖啡豆的话，其实我们会把它比喻成你在挑选精油。我们在选精油的时候，有单香跟复方，有2种不太一样的。选单品豆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去挑选一个你很喜欢独特的味道。然后其实一般消费者我们也会推荐说，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到比较好喝、比较好入口的咖啡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配方。配方的话，它会达到一个比较温润的口感，它比较容易入口。对，因为它就是经由烘焙师去挑选不一样的豆子所组成，然后达到它想要表现的味道。然后像我们常讲的单品豆跟配方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区别。像我们现场你会看到我们有4个罐子，这是同一只豆子，对，然后它有浅焙、中焙、深焙以及一个混合。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配方？它是经由同一只豆子的3个不同烘焙度来组成的，其实它也算配方的一种。所以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是配方豆好像比较不好，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今天都是用好的单品豆下去组成的配方，你就不会觉得说它是不好的，只是大家都会怕说你买到的豆子它可能有混杂了一些鱼目混珠啊，混了一些比较劣质的豆子在里面。但是其实现在比较好的配方，它会拿到都不错的豆子来做，对，所以其实不用这样的担心。喝起来的口感其实从最浅焙开始的，它的果酸会比较强烈。一般来讲的话是果酸跟花香会比较强烈，然后到中焙的时候会有一点焦糖化反应，所以会有一点点焦糖、红糖的甜香。然后到深焙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炭香，然后焦糖跟红糖的味道会更强烈。然后豆子的果香跟花香的部分会开始减少。目前我们普遍都会比较建议说，我们往中焙或浅焙来做选择。会这么建议是因为你在这2个焙度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喝到这支咖啡豆独特的味道。因为你烘焙过深，我们到深焙之后，它虽然还是有独特的味道跟香气，但是它的表现就没有这么明显了。咖啡豆有保存期限吗？教您正确保存的方法。咖啡豆的赏味期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是烘焙后的3到6个月内，因为咖啡豆它烘焙后它会开始释放它的香气，然后一般我们也不建议太新鲜就做于冲煮的部分，我们可能烘焙后可能要经过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养豆的期间，让它的豆子的味道发展到最完整，我们再来品尝，会品尝到它比较好的味道。但是相对的，我们等它发展完整之后，它的香气会慢慢的开始流失。
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尽量建议就是早早把它喝完这样子。然后在保存这方面，其实在台湾有个迷思，就是冰在冰箱。对，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都会把咖啡豆冰在冰箱，甚至冰在冷冻库。但是因为台湾的气候是比较潮湿的，如果你有在冰箱里面拿出饮料的经验，你就知道，其实我们从冰箱一拿出来，它可能外面就凝结上一层厚厚的水珠。而我们咖啡豆冰在冰箱，我们拿出来要打开使用的时候，其实里面就会吸到水汽。然后咖啡豆是一个很营养的物质，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就会发霉。对，你可能冰在冰箱，然后它有一点点霉菌，因为它颜色比较深，你不一定看得到。所以等到它真的发霉的时候，你已经吃掉蛮多的，这对身体就比较不好。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在阴凉处，然后不要照射到太阳，然后就是密封，这样就可以了。对，然后一般来讲，我们会建议不要用密封罐。用密封罐有时候会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豆子如果刚烘焙好太新鲜的话，它会一直不断的吐二氧化碳，然后它会累积里面的压力，所以你打开的时候会嘣一声。对，然后如果你的容器太小，然后密闭太好的话，甚至它的压力会更强一点点，可能会吓到这样子。对，所以像其实比较好的咖啡豆的包装，它后面都有一个透气阀。透气阀的话，它是单向的，就是它里面的气可以往外排，然后外面的空气没办法进去。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到咖啡店选购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让你闻味道的。它主要是为了保存咖啡豆，让里面的空气可以被排出来，不会因为太强的气压把它挤爆。对，所以千万不要用你的手去压它，因为你会把袋子压到皱皱的。然后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买别人把它压到捏到皱皱的，所以这是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有品味的咖啡人。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你可以问店家看他有没有其他豆子开封的，可以让你去做那个闻香的动作，而不是你把架上的豆子每包都拿起来捏，这样会每包都皱皱的，都不好看这样子。对，其实咖啡豆怕直接阳光的照射，所以其实像我们在保存的话，我们不会建议你用透明的玻璃，你会发现我们都是用茶色的，茶色它可以减少紫外线对咖啡豆的影响，包含咖啡豆的袋子，一般很多都是做非透明的，所以你看不到它里面是什么状态。对，然后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一般来讲，店家都会有味道跟它有什么风味都会标注在上面，或者你可以请店员帮你做介绍，对，然后还当做你的采购的标准这样子。选豆、烘焙、冲煮、品味，一杯好咖啡来自于每个细节都完美到位。接下来，咖啡达人就要揭开影响咖啡风味的秘密，让您快速晋升咖啡行家。咖啡实作教学教您如何冲一杯完美咖啡。但我们一开始会放滤纸，然后滤纸的话，我们会沿着折线把它做一个折的动作。滤纸的选择上面的话，像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没有漂白的滤纸，对。然后一般来讲，滤纸的话，我们会建议在挑选购上面，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大厂牌的，这样对我们的使用上是比较有保障的，对。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做布粉，我们把咖啡粉放到滤纸上，然后轻微的拍，我们让它变均匀，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用大概93度的热水来做冲煮。我们今天冲煮的咖啡豆是西达摩的狮子王，对，然后是浅烘焙的。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先用大概20到30 cc 的水，把咖啡粉全部都浸润，这个动作叫做焖蒸。这焖蒸的动作的话，我们大概会
是抓在30到50秒之间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闻一下它的香气，你可以感受它的这只豆子有什么味道这样。然后今天这只狮子王，它主要表现的味道会有一点点水蜜桃、跟发酵酒以及莓果的香气。然后今天帮大家教学的是不断水的冲煮方式，所以我们焖蒸后，我们会直接冲煮到我们要的水量。冲煮的时候，我们会在中间画圆，以大概1块钱硬币的大小来做重复的画圆的动作。那我们画圆的频率呢，大概跟我们呼吸的节奏差不多。一杯具有独特风味的手冲咖啡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要是没时间也没关系，接下来咖啡达人要告诉您，只要30秒就可以轻松喝上一杯好咖啡。在家煮咖啡的话，我们有2种选择。然后像我们刚刚示范的手冲咖啡的话，你可能会需要一只手冲壶，然后一个滤杯跟一个接咖啡的底壶这样子。对，然后如果说我们不需要到这么专业的设备，我们想要比较简单一点，在家里轻松就得到一杯好喝的咖啡的话，我们自己有另外有研发一种比较特别，然后比较简单，你在家里很容易就可以达到一杯好喝咖啡的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呢，我们会需要的有2个玻璃杯，任何的玻璃杯，你家里能盛装热水的容器就可以了。然后20公克的咖啡粉，然后跟250cc 的热水，因为我们有手冲壶，我们就用手冲壶装热水了。如果家里有饮水机，用饮水机的热水就可以了。这热水温度我们会建议在85度到95度之间，对，然后你可以依你的喜好去做温度的增减，这样子。然后这个方式我们唯一会需要的咖啡设备就是一个滤杯，它就不用花那么多的费用跟教学，就是你可能不用在外面再花钱去上课，因为手冲咖啡它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很开放的，所以你要煮到每一杯都很完美好喝的话，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练习跟上课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方式很简单，它是一个比较有规律，然后比较容易控制所有变因的。我们把20克的咖啡粉跟250cc 的热水直接做混合。混合之后呢，我们会计时30秒钟，对，然后这30秒之后，我们可以把滤杯跟滤纸先准备好。然后这个30秒钟其实它也是一个可变的，就是你可以在家的话，你可以自己依自己的喜好，然后你可以去尝试，可能从25秒到1分钟。这一个区块你都可以去做一个尝试，说你比较喜欢怎么样的味道。但是我们不建议浸泡超过1分钟，因为你可能会萃取到一些咖啡比较不好的味道出现。这样子，30秒之后呢，我们会做轻微的摇晃，然后把它过滤，这样就完成了。这么简单，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杯好喝的咖啡。怎么样喝出咖啡的深度风味？3个品尝小步骤告诉您。品尝一杯咖啡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建议一般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会把喝咖啡的步骤拆成3个小阶段，这样子让你更容易去品尝到这支咖啡不同阶段的味道。对，然后第一个步骤呢，我们会用啜吸的方式，我们把咖啡杯靠在我们的下嘴唇上，然后我们的
牙齿会紧闭，然后我们往内轻轻的吸咖啡液，让它变成雾状的，然后让它散布到你的舌面上，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香气。你会从你的鼻后的嗅觉去感受到这支咖啡的香气。然后第2口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舌头的2侧，我们喝一小口进去，然后放在我们舌头的2侧，这样。然后稍微让它停留之后再滑下去，我们会喝到这支咖啡的酸度。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位置，就是我们可以比较强烈感受到的位置，去感受这支咖啡的酸的刺激程度。这样你会比较容易去判别说每一支咖啡的酸的刺激，因为你可能如果我们不摆在这个位置啊，我们是直接用正常的品饮的方式的话呢，你会有时候刚好流过去比较多一点，或流过去比较少一点，你会对于这支咖啡酸的刺激度有所改变这样子。然后第3口呢，我们会建议就是把刚刚前2口的动作，我们会再做一次之后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的舌上，然后大概含着大概1秒钟左右，轻微的搅拌，然后我们再吞咽下去，它会跟你这前2口的味道呢做结合。然后会感受到这支咖啡完整的味道，然后会更强烈加强这2个部分，这样子，对。然后其实这3个动作在我们品饮的时候，我们会是1口就完成，只是我们把它拆解成3个小阶段，让你比较容易去感受到每一个阶段的香气跟味道，这样子，对。学会品尝咖啡的秘诀，你就可以喝出浅中深焙不同咖啡风味，而且冲煮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水流滴答、咖啡馥香的温暖氛围。不过如果喝不惯黑咖啡也没关系，接下来专家要示范如何在家也可以喝到咖啡厅才有的意式咖啡。一般的咖啡馆的话呢，我们使用的咖啡液会是浓缩的咖啡，它是经由高温高压，然后比较短时间萃取的，它是比较浓缩的状态，对。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蒸奶管呢，把牛奶做打发的动作，对。然后一般如果家里有小型的家用的机子的话，因为它的锅炉的大小，然后蒸汽的不太一样，所以它在打发的时候，牛奶会没那么的细致，对。这个动作的话呢，我们会把牛奶的液体的体积呢打发到1.5倍左右，1.5到2倍。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把牛奶跟咖啡液做融合的动作。我们把它换到大的拉花缸杯的话呢，是为了让它的操纵上更容易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比例的，但是因为现行的咖啡馆啊，接受了美国比较美式的那边的文化，像包含星巴克这类的连锁咖啡厅，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在很多咖啡馆你喝到的咖啡，它都是用比较大的马克杯来装的，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比例的，这样一杯浓郁好入口的咖啡就完成了。然后标准的拿铁咖啡呢，它的温度大概会在60到80度，对，好，所以它是4口的，我们直接就可以喝了。换个花样喝咖啡，专家要教您零失败的制作出一杯好喝又好看的渐层咖啡。很多人在家可能都没有专业的意式咖啡机，那如果又想要喝一杯好喝的冰拿铁，该怎么做呢？那现在我来为大家示范如何用家里一些简易的材料就可以做出一杯好看又好喝的冰拿铁哦。首先要准备的是冰块，然后还有预先冲好的手冲咖啡，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降温。接下来准备漂亮的杯子，然后还有牛奶。对，那牛奶这边的话，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使用的最好是全脂的牛奶，这样子等一下在打奶泡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成功，也会比较细致哦。最重要，我们家里一定要有这个手打的奶泡器，待会我们就会用这个制作出好看又好喝的冰拿铁。
首先我们把冰块放到杯子里面，大概放半杯左右。之后我们就倒入牛奶，牛奶的部分大概2/3的高度。之后我们再倒我们准备好的冰咖啡。然后这边要注意哦，我们往冰块上面倒，等一下就可以出现很漂亮的分层。咖啡大概填满到就是将近8分满的部分，之后我们就准备我们的手打奶泡器，然后倒入大约我今天使用的是小的手打奶泡器，那鲜奶的部分大概是倒入200cc 左右。等一下开始打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要往下拉到底，我们大概就是一半的空间，然后一直开始往上重复这样子的动作，一直到你觉得牛奶已经开始有点变硬，你拉不动的时候，奶泡就是打好咯。我们打奶泡的这个时间啊，大概是30至50秒左右就可以咯。觉得开始变硬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牛奶有没有变得比较细致。原本它是一体的牛奶，那它现在已经变成稍微有一点泡泡，而且变得比较满。对，这时候就好了，我们就可以用奶泡把上面的空间补满。OK， 这样一杯好喝又漂亮的冰拿铁就完成喽。巧克力拉花示范教学，现在要示范用巧克力酱教大家怎样就是画出一朵可爱的小花。首先我们在杯子的正中间先点一点巧克力酱，之后在外围画一个圆圈，好，之后拿出我们预先准备好一个比较尖一点的棒子，由内而外，然后画4条线，就是从上下左右平均的画4条线。接下来再由外而内，从2条线的中间往中心点画。之后我们在中间的部分再点上一点巧克力酱做修饰。这样一朵漂亮的巧克力小花就完成咯。那接下来示范第2种稍微复杂一点，那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图案哦。我们先在中间画2个巧克力圈，之后再拿出我们的棍子，由内而外，然后就是画一个像蛇走路蛇形那样。这样就是一个然后中间我们再点上一个巧克力酱做装饰，这样就是一个小太阳咯。所以我们在家只要简单的准备冰蒸过的手冲咖啡，还有牛奶，就可以做出漂亮又好看的渐层拿铁。那如果家里有巧克力酱的话，也可以发挥你的创意，让你的咖啡变得更漂亮哦。看完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觉得学习到许多咖啡的专业知识呢？跟着达人专家的示范教学，你也可以很快晋升为咖啡玩家哦。